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G7的外交部长会议宣告，伫咧联合声明当中，嘛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甚至支持咱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有计程车司机互人去攻击，计程车工会理事长就呼吁政府修法，伫车顶安全防护措施，建立通报机制来确保司机的安全。中国有一间病院伫咧中道发生火烧，有真侪人受困，但这大火是已经互人拍花，不过至少有造成29个人死亡。新闻头起先来看7大工业国集团。G7的外交部长会议即马煞过啊，因伫咧联合声明当中有指出对中国的挂虑，嘛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甚至嘛支持咱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A。咱的卫福部长施瑞元就表示，这代表台湾的医疗受到世界肯定。伫16暗时开幕的 G7 外长会议，伫18暗时，伫日本中野庆祝得顺利结束。这个代表是联合发声明，指出讲俄罗斯对乌克兰是继续作侵略战争，互国际体系受到重大威胁。各国嘛对中国是感觉真烦恼，表态台海稳定对国际是真重要，因为法治自由、国开放的国际秩序 ，G7 会做伙行动。さらに国際社会の安全と繁栄に不可欠な要素である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これを再確認をいたしました。一个中国原则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要真正维护台海和平，就必须明确反对和制止任何台独行径。虽然讲中国回应 G7 态度是真硬，不过 G7 的成员同款伫闭幕声明内面讲到，伫国家地位不是必要条件的状况之下 ，G7 是支持台湾用观察员的身份受邀请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 WHA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技术会议。对这卫福部长施瑞元是回应讲，咱对这是感觉感谢，嘛代表讲世界先进国家认可台湾伫卫生医疗方面的成就。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就跟过去不是把它归类为理念相同的国家，但是事实上，那他们也有参与到这些国际的组织里面的，那跟他们多一点接触啊，甚至有机会的话邀请他们到台湾来。卫福部所落来嘛会伫5月后半个月带团去 WHA 视察，包括民代和国内相关的医疗团体拢会做伙去。施瑞元讲，这嘛是医疗外交的一部分，需要长期累积。今年希望讲，阁下出一大步来争取国际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对台湾的威胁直直咧扩大。美国的印太司令阿基里诺伊就强调讲，伊有责任要来阻止台海的冲突，因美军嘛已经准备好势要来应对。除了美军甲咱停防话，咱的国军嘛拍拼咧加强战力。今仔日嘛伫咧台东基本的海部展开反定陆演练。海军陆战队头一遍模拟共军对台东的红色海滩、基本海滩登陆抢滩，执行杀敌任务的兵推，拢总有3台 AAV7的这个两栖突击车成功来登陆，替7月汉光演习成做热身。最近共军一直咧侵扰台湾，甚至讲想要把这个台海内海化，未来有可能会借这个兵演的名义来突破24海里。甚至讲会来挖进12海里的领海。好问题，它军事的扩张应该是，所以你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了哈？那军演，中共嘛用假消息来做这款认知作战，煞咧对台湾来发动攻击。总统蔡英文嘛伫咧调查局结婚典礼顶悬勉励成人员要坚守民主法治，来维护人民的权益。我们面临严峻的认知战。复合式的网络攻击以及商业秘密窃取等行为。共军嘛打算要伫20伫珠江口部分的海域来举行军事演习。美国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嘛伫听证会顶悬破白咧讲，中国对台的这个军事会使讲是逐工咧增加威胁。不过无愿意讲得要来推测共军当时会来攻打台湾的时间表。美军已经来做好准备，通来应付任何突发的事件。For me, it doesn't matter what the timeline is. The Secretary given me this mission
today. So I'm responsible to prevent this conflict today, and if deterrence were to fail, to be able to fight and win. 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罗伊尔伊嘛表示讲，未来意识讲未来的侵略虽然不是现拄现，不过嘛未当来避免。美国会来遵循台湾的关系法，确保台湾会当自我防御，并且了解所拄当到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2017年修法通过要开通公投的电子联署系统，不过到今是拢无声无息。时代力量的立委王婉如就批评中选会拢咧订青，直直找理由来延后事情。国民党的立委詹明忠嘛，即个是挑工要拖到互后一任的政府来完成。那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是回应讲，目前所发现的治安问题拢已经改善啊，那是治安署。甲审核通过，上近半冬内就传好势啊！公投电子联署伫2017年公投法修法通过，到即马6年过去，有关迟迟无上线。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批评中选会用各种理由延迟期程，要求中选会定期报告进度。国民党詹明忠、民进党唐慧珍关切，公投电子联署也有偌济治安问题。中选会承认有42项已经伫3月全部改善，目前伫治安署的审核阶段，若治安无问题，上近半年就会完成上线准备。数发部希望去年年底要求要修正的治安的相关的部分，预计在今年3月可以完成，但是3月已经过了，中选会再度改口，会到6月才完成治安的防护措施，这样子不断的延宕，令人非常担忧我国行政的效能，这样子如何能够来对全体的国人有一个交代？什么时候会上线？哦，只要他确认了，我们可以在6个月之内完成筹备。到底你们在拖？还是行政院在拖，这是大家对于这个大家都拖治安，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已经准备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有42项有治安的问题？去年9合1大选有不少选民被隔离无法度投票，立委质疑违宪剥夺人民投票权，批评中选会行政态度。另外，针对选务人员工时长、压力大，甚至轮回诉讼案件被告找无人，李进勇表示。每一摆选务工作，拢是经验过关，会日期提悬工作费，增加招募诱因。往往他们都会变成是诉讼案件的被告，所以大家压力真大，大家拢真谨慎。因此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条件啊，和一般人，包括公告人员，因愿意来担任。中选会按算下半年决定，一届立委候选人保证金20万是不是调整？朝野立委赞成，因为不止调降保证金，最后要达成废除的目标，对经济弱势者甲青年参政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咱现任的参谋总长陈宝如已经到退休的年岁啊，就要伫咧1个月底。落任，即马总统蔡英文是决定由海军司令梅家邱上将来接这个参谋总长的位，按算伫5月初1上任。总统决定国军上将职务调整，国防部参谋本部上将参谋总长由海军司令部司令梅家苏上将调任。海军司令部上将司令由国防部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邓华中将调任，同时进任海军2级上将。另外，总统府上将战略顾问由国防部军备副部长王信良上将调任，国防部上将军备副部长由陆军司令部司令齐安普上将调任，陆军司令部上将司令由陆军司令部副司令江树平中将调任，同时进任陆军2级上将。新任参谋总长梅家苏是海军挂校74年班，海院902年班。战役95年班，捌做过军备局长、国防部常务处长、海军副司令、副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执行官。伊伫去年6月才升任海军司令，即摆这参谋总长被看作是大乌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 NCC 的主委陈耀祥，今仔日是去立法院，针对镜电视申请设立的案进行专题报告甲备询。不过在野的立委若要求爱甲镜电视撤照，甚至个呛声爱陈耀祥落台。
但姚雄是呼吁各界爱留单纯的审查空间，和 NCC 唔通来介入，因嘛一定会依照法定的程序来处理。这是真的非常差劲。国民党团各一摆加急动员，要求 NCC 主委陈耀祥落台。立院高委会19邀请陈耀祥就假电视申请案件进行专题报告甲备询。国民党团这期民调显示有70%民众认为陈耀祥应该落台，而且以何检方列为被告，更应该落台，所以提案散会。下台！下台！下台！陈耀祥，赶快下台！你假如要下台，其实我们就让你回去吧。如果你们主人排了专案报告叫 NCC 主委来，结果主人在这边修理客人，这个算什么？面对国民党团的出招，民进党团是进行护航。时代力量立委陈昭华等人是提案退回 NCC 的别件调查报告，要求积极调查。只片面接受进电视的说明，或者是大股东的不回复的这样子的说明，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行政调查报告应该要退回。质疑说，那我们这个东西跟我们的专题报告好像内容是一样，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是在于说，因为我们的调查除了调查这个进电视公司本身以外，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请各机关本于职权来协助调查。经过国民党立委高委会主席陈出生的协调，陈耀祥应上台报告，而且同意就报告内容进行补强。不过陈昭华坚持就退回报告的代志进行表决，表决无通过。反对者请举手。8位嘛哈，8位。好，这个案没有通过哈。期间，葡萄牙议员的访问团各到高委会观摩，一时间紧张的气氛暂时缓和落来。委员会表决了后，通过散会动议。陈耀祥19无上台接受备询。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伫咧去年年底通过要用就安基金来补助各县市推展女性的劳动权益。不过总经费大约4000万当中，就有3000万是要来予高雄补助因办20位女工殉职事故的纪念活动。就立委咧质疑劳动部疏偏，即马为着要避免争议，高雄市府是已经决定要撤回这个补助计划。因为只有你需要拍陈其迈的马屁啦！劳动部去年底通过以就安基金补助高市府举办25淑女事件50周年扩大纪念活动，互立委之偏心高雄。劳动部长柯明春质询了，经伫立法院考出来，即马高市府决定撤回计划案。近日各界就此议题多有误解，还有评论，甚而转向议论补助县市或是额度的差异而失焦，未免曲解模糊了原来计划想要推动友善职场及安全作业环境的初衷理念，所以本局昨日已经函文劳动部撤回计划。引发争议的就安基金补助计划定调要推展女性劳动权益，但立委认为25淑女事件是交通事故，无应该用为着提升劳工福利息的就安基金补助，来到已经改做劳动女性纪念公园的基顶25淑女公墓。纪念文写着，罹难者拢是要去加工区工作的时阵，因为渡轮并船过往的劳动女性，当地人嘛替罹难者感觉有一点冤枉。依现在的劳基法那个规定不是上下班时间都算吗？都算职灾的范围内呢。事实上，这摆补助计划除了高雄、新竹县、彰化、嘉义县市、甲屏东嘛有申请，但总共大约4000万的经费，其中3000万补助高雄，互立委无法度接受，嘛互高市府决定撤案。对此，劳动部表示尊重高市府的决定。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说落来，劳动节就要到啊！今仔日就劳工团体宣布，伫劳动节迄天，因要上凯道，抗议执政党拢无真正要改善劳工的权益。因嘛提出，包括薪水爱调悬、爱保障非正职的工课等等4项诉求，呼吁政府得爱重视劳权。8年全执政，劳工算总账。几个民间工运团体做伙伫凯道开记者会，表达因对执政党的不满，嘛宣布伫疫情当下防疫放令，会带领劳工朋友做伙就凯道来抗议。所以我们会从凯道游行到行政院然后到民进党党部去把我们的诉求整个讲出来。
劳工团体嘛批评，即马真侪非典型的劳工，政府拢无咧重视。工运团体认为，台湾经济成果拢无甲基层的劳工来共享。总统蔡英文嘛表示，希望年内达成基本工资达到新台币3万块，嘛无法度实现。批评政府伫薪资调整、缩短工时等等拢无积极。国家要恢复。先不要说蔡英文总统曾经表示，在他的任内要达成基本工资3万块，已经是确定没有办法实现。连蔡总统自己列为选举政见的最低工资，也都没有办法推动。今年的游行，劳工团体嘛提出4项诉求，要求政府重视。嘛按算今年有超过5000个劳工行出来，伊嘛用行动剧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争取合理的劳动权益。记者连日续开台北采访报道。高雄凤山的自费关怀学园，昨互因进前的员工甲医生指控因未过期的物件，也佮甲医生关起来，一寡无妥当的行为。今仔日佫有人出来亚康讲，机构偷用人的名义请讲师费，也佮调开理监事会议。即马是已经甲机构提告妨害自由、诈欺，也佮有请囡仔工等等的罪嫌。自费学园是回应讲，因会阁找一个时间统一对外说明。若市府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要来介入调查。经医生摕工时表证明，去年中秋节前过来讲上班超过14点钟。另外一个人则是指控本身有讲师的资格，无讲上课，所以互冒名来领讲师费，4档内有可能互冒领20几万。佫有人讲，互要求伫个社群软体当中假冒关怀学园的理监事，互线上理事会通过决议。因为我是机构原生，然后我有考取证照，所以他利用我的名义去申请讲师费。修改我的名字，改成黄圈凯。理事的名字，召开一个假的理事会，他们发起要劝募，所以他们需要开一个理事会通过。有时候我们做到半夜，叫我们起床，他都会说我们东西都还没做完，我们东西都还没做完，有什么资格睡觉？18号有离职员工出面控诉了后，19号佮增加6个人来指控，伫律师的陪同之下，提告着妨害自由、妨害秘密等等罪嫌，嘛一并提告因有恰当工的嫌疑。冒名就是去请领这些补助的部分，第一个首先一定是对这些社福单位构成诈欺嘛，那再来是未得院生同意，可能就是伪造文书等等的问题。那至少刚刚所列就有4个罪章以上。院生提到这些行为啦，那也有机会去构成所谓儿少福利权益保障法里面身心虐待的规定。愈来愈侪人出面，市府已经成立着跨局处专案小组调查。不过高雄凤山自费关怀学园早时表示，以后会阁召开记者会，一一说明相关的事宜，拢予律师来专权处理，因无要阁回应。记者王柳婷、明昭款个报道。咱国内请不时地传出计程车司机互人客乌白骂、乌白拍的事件。今仔日6大计程车工会理事长就召开记者会，谴责这寡暴力行为，嘛呼吁政府爱守法，互计程车会当合法来安装防护措施，也有建立含警方的通报机制，才会当确保司机安全。你也讲脏话了，好不好？我讲脏话是我的习惯。我不打你，我不打女人也是我的习惯。我也很想。今年2月，现场计程车司机半暝继续开车上路接单，想要到车顶酒醉的女乘客却凶凶骂伊，甚至甲伊拍，造成伊的面部有真侪刺伤，甚至对开车心内产生会惊。收入已经就为了这个事情就应该少了1半以上吧。对，然后心理上的恐惧，晚上睡不着觉。我们是计程车司机，不是行动沙包。对，我们凭己之力赚钱，不需要受到这种暴力、对辱骂，甚至是殴打。向外界发声，唔通阁将计程车司机当作行动沙包对待，因为计程车司机被拍或者是不当言语骂事件，差不多大家拢有。唯独在同款的事件佫发生，6大计程车工会理事长19早起开记者会，谴责乘客暴力行为，同时呼吁政府相关单位应该针对计程车司机的人身安全做出预防甲处理措施。交通运输业的这个管理规则里面还没有这样一个法令，让我们司机朋友可以自行安装这个防护措施。那目前如果是安装的话，可能会检验会不通过。
我们希望修改这一方面，让司机朋友可以来安装这样的防护措施。计程车工会呼吁政府除了爱赶紧修法补助计程车司机合法安全保护措施，警政单位也建立刑事通报机制，将有防甲阻止交通工具暴力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啊，那伫咧台南市是有一个家友，那像是要落去地下道休困，不过伊唔配合社会局的规范，爱登记身份，所以就互社工要求伊爱离开。结果这个家友煞翻头去替人去弄社会局，甲因的物件拢总弄歹了了。后来警方到场来压制，嘛强制甲这个家友送病院。警察叫这个查甫人赶紧甲铁链放掉，想袂到伊竟然冲过来，甲警察杀来杀去。所以警察赶紧甲伊喷咸椒水，甲人压起来。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凶凶撞入来公部门破坏，也害员工惊一条。就先敲那个外面的那个铁窗了，铁窗敲完就直接进来扎了。是待10几年的时候，他们没有遇过。反分局员警抵达现场后，因犯嫌情绪极不稳定，持续拍打电梯门，员警立即以辣椒水制止逮捕犯嫌。这个代志的因端就是社会局为着规范家友，所以有定生活规范，要求家友袂当伫咧地下道内底食薰啉酒，搁着守规矩。安尼社工才会安排因伫咧地下道生活。不过，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因为迄天有食酒，被要求就要离开地下道，伊一个生气才会走来社会局内底乌白乱。我们希望街友聚集在东风地下道的时候，他可以就是不喝酒、不抽烟，然后要把自己的东西摆放整齐，那也不可以就是随便骂人或是偷东西，这个我们都有一个公约的规律。社会局强调，定生活公约是希望家友会当互相尊重，嘛避免影响公共空间的环境。目前社会局有个名单追踪的大约是230位家友，就是希望会当提供因协助，嘛避免和一般的民众产生冲突。这个姓陈的嫌犯后来互依照妨害公务毁损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伫咧检察官复审了后，嘛甲这个嫌犯送医收容进行精神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兼顾环保和发展，推动渔业和供电合作，所以引发包括炒土地、破坏生态等等的争议。民进党的立委郭国文和洪新汉就要求，应该比照产地工厂来加强管制和查核。林员局是表示，已经制定新的遴选办法，若是业者会当好好对社区来回馈，就优先保留台电的线路，予这寡业者。甲人租地渔民因为地主想要发展绿能，无法度搁再养殖，也是土地价数愈炒愈悬，所以少年渔民根本就买袂起，甚至搁出现真正电加养殖各种的乱象，互民进党立委要求中央搁较爱积极来管理，业者嘛应该互电粉回归来维护秩序。前端呢纳管，后端呢来强化这个争议机制的处理的话，才有可能洗刷整个供电政策一个污名哈。现在就是要用查违章工厂确认事实的方法，来去确认养殖事实。林员局讲，过去有互业者真大的空间去整合土地，是较无管制的做法。即马按算要修正2个方向：第一是由地方的养殖协会，也是渔业的协会来主导；第二是由中央来鼓励业者前往专区发展，为有做好的业者保留台电的规线。透过遴选的方式，来找到好的厂商，在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针对假养殖真正电的疑虑，也将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监测渔温的水质，确保有养殖的事实。以现在来讲，这些技术面都无问题。执政党立委希望渔电共生开发，爱积极管理，避免业者以无正当的方式甲土地起价，收益嘛应该爱甲社区的渔民来分享。中央组织人力甲预算，查清楚敢有咧饲鱼啊，为制度来引导业者往正确的方向发展，洗清摆名。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地检署从去年开始就接到真侪件有恶质的集团用垃圾手段来强迫做绿电的厂商，就要互因冒工停，时工嘛是乌白做的，就干那要趁钱。检警伫17已经抓到4个嫌犯到案，拢有提报致病对象，其中3个人依照参与犯罪组织、甲恐吓取财等等的罪嫌，以10万至50万交保。有着被捕条发着抗议的口号，3月7号云林口号用小业者，不嘛等咧兴建的供电厂，有厂商非法使用废弃物灰田，
恐惊污染油温带头抗议，但现在看被检警查出来，因疑似是利能的假抓。民国的110年起就陆续向绿能厂商勒索财物以及要求承包工程同时以率众包围以及阻扰施工的方法使绿能厂商担心工期延误以及违约的责任的不利后果被迫跟曾圈圈等人来做一个协商为林地检署表示，为去年开始，落实接到相关的证据，经过调查，发现拢是同一个集团，以定情抗议还是文理诽谤等方式，总共向4间的利能厂商要来提钱。但搁在协商阶段时，17号就被集体告案。由同一集团的人借由陈抗等方式要求厂商支付金钱，这些人都涉及恐吓、取财及组织犯罪条例，本属分别予以10万至50万元的交保。地检署表示，这集团以率领民众包围、阻挡施工，各面时会当透过向公所阻挡厂商送件，并向各行政司法机关检举，被利能的厂商烦恼家己延误转来协商。嘛强调为着落实政府发展绿色经济政策，会来加强查办相关的不法行为。记者为您报道。即马全球当咧事件 ChatGPT， 不过嘛出现真侪机密漏泄的记录。目前咱国内企业和政府部门拢无针对 ChatGPT 所定的规范，所以伫咧立法进前，数位部表示，因会先用资安规范来处理。另外，针对网络世界拢是诈骗投资的广告，金管会嘛已经和 Meta 也有 Google 建立提调广告的机制。输入问题 ，ChatGPT 就随互你答案。这个生成式的 AI 风潮是小全球，连带各国的资安风险嘛增加真多。这个月，南韩三星电子是爆出使用 ChatGPT 和机密资料漏泄。搁转来看台湾，目前各大企业和政府单位拢无 ChatGPT 相关的规范。AI 基本法的草案嘛，停伫下部会的研议阶段。现在这些阶段，各个部门、各个机关，他们可以自由的运用这个 AI 系统吗？国科会没有办法去规范。数位部这边会用治安的角度来规范，只要不是，主要是规范治安跟机密的部分。还未完成立法进程 ，AI 这支双面刀，各大金管会嘛唔敢大意，已经开始调查各大金融机构使用 AI 的状况，而且请银行公会来建议，把 AI 这个新型科技纳入作业规范的可行性。另外，对社群平台顶悬的诈骗，也是投资钓鱼广告一直出来，民众的钱拢被骗了，爱安怎管理，同款是使人头疼。从4月10号到4月17号统计的资料，呈报了给这2个单位95件的案件 ，Meta 88件中39件下架了。他如果配合度不高的话，要怎么处理啊？那是国际公司啊，你有他什么办法？金管会这单位已经邀请 Google 和 Meta 两大平台开会定调 SOP 和联络的单位。Meta 对即马开始，只要政府部门举报不实的投资广告，上紧就会伫8点钟到24点钟内落架。数位部承认讲，目前 Meta 效率是比 Google 较好。Google 即马申报7件，目前拢无落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出名的索尼世界摄影大奖。前几日公布今年的得奖名单，结果其中创意类的冠军，煞根本不是翕出来的，是透过 AI 所产生的相片。这个得奖的人嘛，家己拒绝领奖，伊强调伊的目的就是要促进相关的产业重视 AI 所带来冲击。德国一个摄影师艾达格森用这张叫做《电工》的黑白摄影作品，摕到索尼世界摄影大奖创意类别冠军。不过今年3月主办单位通知得奖了后，伊马上承认这是一张透过人工智慧 AI 程式所制作的人工相片。虽然伊表明拒绝受奖，不过也是飞去伦敦，在无得到邀请情形之下，拍断颁奖典礼和大声呼吁，希望艺术相关产业应加速正视人工智慧所造成的冲击。I wanted to see if competitions are prepared for AI images to be handed in, and they are not.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y are aware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and more AI-generated images in photo competitions, and it should not be mixed up. It's two different things. They look the same, but they shouldn't be in the same category.
爱达格森自2022年开始制作这场电工影像，透过 OpenAI 开发的人工智慧系统，数字1940年代摄影作品的视觉文字，佮经过20到40摆修改所完成。爱达格森10月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阵表示，伊个替 AI 产生的影像参加比赛，是想要证明摄影比 AI 更较有价值。伊伫种这代志也显示，针对 AI 图像伫业界使用，需要更较侪讨论，固定出明确规范。因为 AI 影像对艺术创作的冲击只会愈来愈大。For me as an artist, it's the liberation of any restrictions. Yeah, budget doesn't matter, location doesn't matter. I don't need people. I did stage photography for a long time, and it always was like, where can I do it? Yeah, who can be my model?All of this is gone now. 世界摄影组织也无对爱达格森的这种加了后引起的争议发表声明。不过，爱达格森的作品甲相关得奖的内容已经为比赛的官方网站贴落来。虽然安尼，这场得奖风波也搁一摆有机会互大家思考：人工智慧透过大量资讯所演算出来影像，到底是毋是技术？其中的道德甲技术观创新的争议，是人类社会爱赶紧严肃面对的课题。公司新闻警方强编译。俄乌战争也未收煞，罗西亚总统普廷10月搁去视察因占领的乌克兰赫尔松和卢甘斯克地区。那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嘛去到顿内茨克的前线，稳定部队对抗罗西亚的军心。新城一领搞拄着纳什奥巴的俄罗斯总统普廷已经陆军用直升机，这是伫个乌克兰的俄军占领区，伊还阁甲军方高层指挥官致意，都伫乌克兰准备大反攻的时刻，普廷来乌克兰赫尔松甲卢甘斯克视察，并且听取战略简报。Мне важно услышать ваше мнение о том, как складываетс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послушать вас, обменяться информацией. 这嘛是普廷伫俄方宣布灭吞卢甘斯克、顿内茨克、扎波罗热还有赫尔松以来头一遍视察。克里姆林宫指出，国家元首嘛伫个复活节来祝福军人，并且送圣上画副本来当作礼物。就伫普廷视察造访前线的时阵，乌克兰方面放出信息表示讲。无偌久就会来展开行动，总统泽伦斯基嘛来现身伫俄军炮击甲真厉害东部前线城镇阿夫迪夫卡。Панове офіцери, панове військові, українці, маю честь сьогодні бути тут, подякувати вам за вашу службу, за те, що бороните нашу землю, Україну, сім'ї наші. І хотів би також привітати вас. 泽伦斯基为前线的乌军带来东正教复活节的祝福。事实上，普廷的行程公开无偌久，泽伦斯基视察行程嘛公开。乌方批评普廷这抓那亲像咧惊访俄国的犯罪现场。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来看伫咧中。转来看咱国内伫咧台南市新化区的信义路菜市啊，昨有一搭排水沟顶面的砖仔路向落落去，破一个4公尺宽的坑。市府接到通报了后，是赶紧派人去现场救防锁线，按算需要2礼拜来修复完工。我都有里面来讲叫落一坑啊，阮来看时阵就迄边啦，拢新鲜的啊，所以安尼好势在人平安啊。有台南市的议员表示，这个所在平常时啊是会排单位的，好佳在迄当阵是拢无造成人员伤亡，而且接落来这几天可能会落雨，希望市府会当整体来检查道路，确保民众安全。台南市水利局指出，这个破坑的所在原底是排水道，这顶悬的砖仔路面更紧是拢已经生銑，初步判断应该是这物件路已经铺了久啊，制载袂牢，才会放弃。因会赶紧伫咧2礼拜内甲修复好势。再来看台中太平环啊路庄土地所有权的争议已经完卖50档啊。原底这个月初10，自救会会长林秀芬的厝是已经互人强制拆除。今仔日林秀芬搁转去现场搭棚啊，表明伊要住伫遐长期来抗战。当地居民嘛有到场来甲收听。
提出简易的芳厝组合，而且搬来枕头甲棉被。台中太平欢乐路自救会会长林秀芬，19号早起转来到家己向公拆的老厝进前就地安营。墙边除了破弃的厝遐、空净了的粪扫以外，也有真侪网虫，环境真无好。继续住下去，继续挡下去，所以我也必须要继续扎下去。这个是我对村民的承诺，然后也是村民反馈给我的一个信心。那这个信心我们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团结的力量。台中太平区欢乐路总土地所有权争议诉讼48年，这个月10号，台中地方法院执行强制拆除作业，爆发激烈警民冲突。林秀芬的徛家去弄破厝遐，断水断电，搁再用茶棒将门封死。打死不走，永远守护。打死不走，永远守护。因为欢乐路总其他的媒体也传出后续有可能向强拆，林秀芬安营展现抗争到底的决心。庄仔内将近20位的居民也到现场画口号相挺。规马排无困啦，会使讲啊，真落苦啦，到遮爱互放定啦。哦，实在嘛真辛苦啦，伊都有一个坚强的力量，哦，带动着阮全庄会当来踏出一条公平的道路啦。我也非常的支持，我们庄内的人都非常支持我们的主委继续在这边抗争，我们也都强力的支持他。台中地院的公告犹原搭伫咧林秀芬老厝的壁顶，表明已经将厝的现况点交予这权人地主，任何人不得侵害权益。自救会强调，居民依法有土地优先购买权，质疑地主是建商的人头，表明绝对不会退缩。记者台中报道。伫宜兰有真侪大地校园附近，有接真侪条巷仔煞无画过路线的路口，是真危险。学校甚至该派学生仔去徛伫咧路口砸车。宜兰教师工会就呼吁县府应该积极来争取经费，改善路口。县府嘛表示会伫咧5月底进前完成清点，提报予内政部来争取经费。学校边的省道车一直经过，而且速度紧。宜兰市中华国中后门出来路口，除了车侪，也有真侪巷仔交通动线真复杂，而且无踩条线只标志标线。学校甲人车志工都好保障学生安全。车辆真的还蛮多的，那因为大家赶时间，有时候会没有去注意到来车或是巷弄出来的那个交通。不过，有的学校互人发现学生放学了后，为边仔门出来直接过车路，现场无踩条线，学校煞派学生伫咧现场查车倒好。宜兰教师职业工会指出，学校教育学生的手段爱改善，针对周边的交通环境爱积极改善。校应该要检视自己周遭环境比较危险的路口，然后透过这些科技工程的申请，然后来改善这些路口的状态。行政决定校园周边甲行车安全道路改善计划50亿经费，因申请补助，不过真侪县市申请数是0，包含宜兰县。那目前也都还在持续的盘点当中啊。那预计会在5月中到5月底前会有个盘点结果。那如果需要透过中央计划来补助，那县政府也会积极向中央政府这边争取经费来进行改善。县府讲，中央因申请补助的道路改善计划真侪，包含生活圈计划甲精尖计划，县府继续争取进行当中。校园周边路口目前有13间学校有改善需求，会在5月底进行提报内政部争取经费。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常常有空地啊，也是荒郊野外所在，互人乌白倒粪扫。环保局为前年开始，伫一寡所在装鹰眼摄影机要来取缔，一冬内就开出101张乌白蛋粪扫的罚单。环保局嘛表示，取缔蛋粪扫的鹰眼摄影机会随时换所在，呼吁民众唔通乌白蛋粪扫，较袂受罚。这只货车的驾驶甲车插伫咧真少人行骹高桥骹咧食物件，车煞伊个甲残躯安凊彩ฮ็出去，规个过程拢去由台东县环保局投的鹰眼缩时摄影机甲录落来。这个驾驶会由环保局照废弃物清理法甲开罚单。今年3月11日暗时啊，伫咧一个挖角的所在，环保局鹰眼嘛有录到，有人甲车顶的粪扫甲等出来路边。台东县环保局表示讲，从20年到2011年，伫咧全县拢总有到58位鹰眼，取缔案件有101件，鹰眼发挥正大的功效。
那现在到目前为止改善了有42处哦，那总体的一个改善率达到72%哈，显见这个科技执法的一个效果啊。那当然还有16处我们会在今年来继续来执行。环保局表示讲，鹰眼缩时摄影机会照乱弹粪扫的地点不闪时咧换位，防协调的民众会照废弃物清理法加罚12块至6000块，呼吁民众千万都唔通乱弹粪扫。记者综合报道。大高线伫咧花莲水水路段，前几日发生一件真怪奇的车祸，有一只强仔雄雄冲去车路，弄到一位骑奥多摆的民众。这只强仔是当场死亡，民众嘛摔甲全伤。农业处表示，因为这个民众毋是调工要去弄到强仔的，所以无犯到动保法，未来甲伊开罚单。时间长来到这个月初到下晡1点半，花莲一个59岁姓林的查某人，骑奥多摆经过大高线250公里处往北的时阵，路边忽然间冲出一只强仔，查某人虽跋倒，搁对头前出几大公尺。这里是很常会出现那个3枪吗？照理说应该是不会跑过马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看到啊，刚好被那个人撞到，是不是？那一个人撞他，那个3枪撞他，不是他撞的。这个查某人互救护车送去病院了后，规身躯拢有真侪挫伤，强仔是当场死亡。一寡民众是好奇讲，强仔毋是拢暗时才出来，是安怎日时就对大路冲出来，是毋是数量伤济？他其实是日夜都会活动，然后晨昏比较活跃。3枪应该不能说太多，而是说他现在的族群量。经过评估，没有必要用保育类这么强的保育手段去保护它，所以把它降级为一般的野生动物。农业处是强调讲，这强仔就算是降级做一般的野生动物，同款是受到动物保护法的规范。若是过失伤害，还是互动物受到伤害，拢是有法则会当甲罚的。不过，这只强仔是家己冲出来的，不是骑奥多摆的故意甲弄的，是袂甲罚。警方嘛讲，花东的郊区野生动物较侪，车驶过爱较慢的。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人拢讲台北就业的机会较侪，要来去台北冲、台北打拼。不过台北事实是失业率上悬的所在。根据行政院组计总处的资料，25岁到29岁少年人失业率平均是6.13%。台北市是6都内底少年家失业率上悬的所在，有7.5%。学者认为，台北市的工课有90%以上拢是服务业，薪水拢对袂到都市的物价，这就是少年人无法度伫台北做头路做正久的原因之一。林强的向前行，唱出少年家的心声。不过，即摆的台北那亲像已经无啥共。有一点工作量跟薪水没有呈现一个很对比的状态。今年25岁的台北人陈小姐毕业了后，第一份工课做无偌久，就因为公司规模缩小，今年正月互人死头路。现主时哪兼行销的工课，哪找新的头路。陈小姐表示，伊身边也有袂少人甲伊同款是失业的青年。根据伊的观察，部分是因为工课类型无符合理想，也有一寡人是认为太牛甲自身的能力无符合。往往在就是这一些业主眼中，都会觉得我能压低，又用到一个好用的人力是最好的。根据主计总处的资料，去年25岁到29岁的青年整体失业比率是6.13%。过去台北市互人看做是趁钱的好所在，但是以6都来看，台北市少年家的失业比率上悬，有7.5%。学者指出，根据研究，青年族群有50%拢是因为劳动条件伤歹，致使因离开第一份工课。台北市的这个物价水准是全台湾上悬的，伊的薪资期待水准的比其他的县市的少年人较悬淡薄。工资的水准较悬的工作机会，伫台北市这2年来有淡薄仔变较少啊。因为台北市有9%的工作机会拢是服务业。册读悬，薪水低，头路就会无稳定。学者指出，亲像欧美国家伫毕业之前会安排课程，认捌未来的工课，但是台湾这搭并无看重。致使侪青年就业了后，才发现工课内容太旧，无符合期待。伊建议失业青年会使参考政府提供的训练计划，找找新的就业专长，做有兴趣、薪水有法度接受，才有可能做会调。记者顾问曾俊佑新北台北报道。
台北市的大稻埕除了有卖真侪南北二路的物件以外，其实较早伫日本时代真出名的，也阁有真侪戏剧院，所以嘛有人讲这是戏曲。4月底到5月初，大稻埕会举办戏春大稻埕的活动，拢总有25场传统戏曲要伫咧老厝内底表演，互民众会当体会到无共款的古早味。这几年来，这个戏业造成所有的经济非常的无好。用布袋戏做开场，将老厝的天际转做表演舞台，找来比白南北馆布袋戏顶表演，要呈现日本时代大稻埕古乐文化形象。第7届戏春大稻埕活动咧要起稿，主办单位表示，过去这是台北的商业中心，所以有真侪剧场、厉害艺术组织。过去大稻埕就是一个戏曲。为什么戏曲呢？因为大家会来到城隍庙或者是慈圣宫前面，没有等下看演出。台湾的布袋戏比如讲有歌戏也好，唱歌念曲拢好，或者少年一代会知影讲咱较早农业社会，咱日常的生活娱乐主要是虾米款。4月底到5月初，戏春大稻埕活动有25场的传统戏剧，伫15间老厝内底表演。由于各界拢咧烦恼文化的流失，少年艺术表示，只要有演出的机会，文化就有传承的希望。伊毋捌看过好看的布袋戏，第二是语言的关系，第三是伤少演出的机会。艺术表示，其实传统的建筑就是爱互表演文化有较接出现机会。透过大稻埕老厝的空间，无论结合酒吧还是册店，毋但是互戏迷有无共款的体验，嘛是互传统的文化找新的出路。记者陈立旭台北报道。伫咧南美洲厄瓜多外海的加拉巴哥群岛有丰富的动植物生态。伫咧上新的科学考察内底，发现到伫400公尺到600公尺深的海底，有规大片超过2公里宽、上千年的酸蚵搭，而且面对着暖化危机，这片酸蚵搭还有一半的酸蚵也阁是活的。科学家伫太平洋的东部，离厄瓜多海岸大约1000公里的加拉巴哥海洋保护区，发现一种毋捌看过的深海冷水酸蚵搭。规片酸蚵搭有2公里宽，是伫海平面落去400到600公尺遐，真正拢无人去过海底的火山凝质，而且有超过50%拢是活的酸蚵。No hemos encontrado arrecifes de este tipo. En esas profundidades tan extensos y desarrollados, tienen por lo menos varios miles de años, si no mucho más, de crecimiento y están en estado pristino, que es muy importante a nivel mundial. Muchos de los sistemas profundos están degradados por cientos de años de diferentes tipos de perturbaciones humanos. 这个是美国、厄瓜多、英国等等几大个公司立的研究机构做伙进行的海洋科学考察，利用畅水器伫海底翕这几大片天然元素的酸蚵搭。科学家本地是认为讲，经过1982年和1983年2场适应气候，加拉巴哥群岛唯一一个留倒来的加拿大尔文岛海岸附近的威灵顿酸蚵搭，但是即卖新发现，证明还有其他的酸蚵存在。Porque se tratan de ecosistemas prístinos, nunca antes monitoreados, nunca antes estudiados. Nuestro compromiso es continuar con el monitoreo para salvaguardar los ecosistemas y la biodiversidad que aquí hemos encontrado. 厄瓜多伫去年，甲总面积138000平方公里的加拉巴哥海洋保护区，搁扩展6万平方公里来保护加拉巴哥群岛和哥斯达黎加的科克斯岛，中间得要消失的物种。科学家指出讲，加拉巴哥海洋保护区敢若有无到5%的海域是互研究过，也有可能有搁较侪元素的酸蚵搭群。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下半部的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28度到33度，南部地区28度到33度，东部地区27度到34度，也有外岛地区21度到29度。
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